責夫人、校監、各位校董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、各位家長，晚安。今晚總共咧有143位同學咧係獲得2009至2010年度嘅呢個頒獎。喺呢度咧，我衷心咁樣祝賀同學，亦都咧多謝老師嘅教導，多謝家長嘅支持，使到咧同學能夠咧係健康愉快咁樣成長，喺學問、喺德行、喺體育、服務、活動等各方面咧都有良好嘅呢一個發展。學校咧每年用響獎學金嗰度咧大概有8萬至10萬蚊。我哋好多謝余氏家族捐咗4萬蚊做余振強紀念獎學金，同埋咧公開試傑出成績獎。學校方面就出4萬蚊。咁另外咧，我哋今年多咗一位校友捐咗2萬蚊咧，係做人人可進部長。咁下一年度咧，我哋就會頒㗎啦。咁今日在座得獎嘅同學其實好值得紀念嘅。點解呢？因為今年係學校成立35週年嘅紀念，而啱啱喺過去嘅星期日，你哋第一屆嘅師兄75年入學嘅師兄，佢哋聚首一堂，總共咧係擺咗6圍酒，請咗咧當時到而家仲任教嘅6位老師咧出席。咁喺席間，佢哋好緬懷昔日嘅學習氣氛同埋成長嘅歷程。佢哋亦都願意回報母校、回報學弟，所以咧有校友積極就捐咗10萬蚊做獎學金，即係話咧明年我哋嘅獎學金會更加豐富啦。呢個就係我哋天主教育裏面所講嘅感恩。同學喺呢個學習嘅過程裏邊，喺畢業之後都能夠感謝學校嘅栽培，感謝老師嘅教導，然之後再提師弟，希望佢哋可以一脈相傳，能夠咁樣先至體驗到我哋校訓裏邊愛主、愛己、愛人。同埋愛主教群呢個精神。咁由呢個角度睇呢，我喺呢度要衷心多謝各位老師，你哋嘅教導，使到我哋嘅同學能夠感恩，能夠發奮，能夠成全。喺呢度呢，多謝老師先。好啦，我哋除咗呢啲之外呢，都喺今晚要多謝同學嘅努力成果。各位嘅努力係得到學校嘅確認，而學校亦都因住你哋嘅努力，而呢一個呢係辦得更好。我哋剛剛公佈嘅呢個中學會考增值裏邊呢，我哋係連續第11年有統計以來嘅第11年正增值。我哋嘅中英數嘅正增值率，同埋我哋最佳6科嘅正增值率，都係位於全港首25%。咁喺呢度呢，希望同學再接再厲，喺你嘅新高中文憑裏邊，能夠為自己嘅前途打更多嘅基礎。今晚只係你哋邁向長征嘅第一步，預祝你哋將來成功。多謝各位。